而家時間係晚上8點正，晚安，歡迎大家收睇 Daydream 直播室，報時訊號由 HK Daydream 提供。歡迎收聽 Daydream 新聞速報，我係新聞主播思賢。以下內容取錄自香港電台，並由 HK Daydream 轉做語音報導。HK Daydream 語音報導。演練期間，深方救護車先由港大深圳醫院出發，經深圳灣口岸去到香港伊利沙伯醫院接載病人，再經同一口岸將病人轉運去港大深圳醫院接受治療。測試過程暢順，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粵港兩地政府部門順利進行由香港去到深圳嘅首次北向轉運演練，為擴展試行計劃去到雙向轉運安排奠定基礎。特區政府會繼續同相關內地部門保持緊密溝通同合作，期望可於今年第一季內正式實施跨境直通救護車雙向轉運。試行計劃自啟動以來，至今已有23名病人由深圳、珠海、南沙同澳門嘅指定派送醫院，即係港大深圳醫院、珠海市人民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南沙院區同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轉運去到香港指定公立醫院接受治療。HK Daydream 語音報導，佢話考慮到交通開支升幅較大，對跨區返工嘅工友加幅未必足夠，建議日後檢討時可考慮調整方程式，同基層工友分享更多經濟成果。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形容，加幅溫和合理，平衡到目前營商環境下商戶嘅情況，並維持僱員喺通貨膨脹下嘅消費力。勞顧會僱主代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施榮華預計，約有18000至19000人受惠係次加幅。佢形容新機制下有明確公式，方便商戶預算，有助減少勞資雙方爭議，亦認為這次增幅溫和，能平衡僱主嘅成本壓力同埋僱員嘅生活需要。而目前保安清潔等行業面對勞工短缺問題，估計調整最低工資亦較難請人。建議政府不時檢視輸入勞工嘅情況同埋相關計劃。HK Daydream 語音報導，保安局建議將消防處負責新界南總區嘅助理處長職位，由有時限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隨住新界南人口持續增長、重大基建發展、郊野同埋極端天氣、救援需求上升等，認為有需要將該職位轉為常額。鄧炳強喺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表示，過去5年新界2個總區人口持續增長，加上各大型基建同發展項目相繼落成，2個總區喺人手編制、服務範圍同埋事故處理規模，已大致同港島同九龍總區睇齊。過去3年2個新界總區嘅助理處長出動指揮行動達29次，較港島同九龍總區合計仲要多。鄧炳強提到喺救火工作上要與時並進，消防處快將引入配備通訊設備嘅新呼吸器，而呼吸器氣樽可以隨時更換，亦都可以同其他人分享。消防處未來亦會測試新型迷你熱能顯像器，可以喺高溫火場環境中觀察到火源。另外，亦會引用無人機作夜間照明同埋攝影，應對而家要消防員調運器材上樓救火嘅情況。處方計劃利用大型無人機將工具調運去較高樓層。佢表示，計劃推展18區社區應急先鋒同埋樓宇應急先鋒計劃，透過同各區防火會合作，以訓練社區人士學習簡單急救，同埋向樓宇管理員同埋業主等宣傳樓宇唔應該積存垃圾或者某啲地方唔可以上鎖等，以免出現當局巡查後再出現同類問題。佢強調檢控並唔係最終目的，而係要加強公眾警覺性。HK Daydream 語音報導，日本傳媒報導，日本政府將會喺本月18日召集特別國會，舉行首相指名選舉。日本憲法規定，眾議院選舉結束後30日內必須召集特別國會，進行首相指名選舉。報導話，特別國會召開當日，現任高市內閣將會集體辭職。由新當選議員組成嘅眾議院同埋現有參議院分別進行投票，選出新一任首相，並據此重新組閣。選舉喺國會眾參兩院進行，喺第一輪投票得票過半者即可直接勝出。若無人獲得過半票數，咁得票數居前2位嘅人將會進入第2輪投票，得票多嘅人獲勝。
若眾參兩院指名結果唔一致，經協商仍無法達成一致時，依據憲法規定，最終以眾議院嘅結果為準。報道話，由於自民黨喺眾議院掌握2/3以上席位，高市早苗喺首相指名選舉中勝出幾無懸念。高市早苗昨日表示，國會召開後將會盡力推動2026年度預算案同埋相關配套法案通過。HK Daydream 語音報道，美國海軍近期喺伊朗南部海域大規模部署，估計艦艇數目至少有30多艘。外界指，美國爭取同伊朗談判無核嘅同時，以強大海軍力量震懾嘅意圖相當明顯。雙方初步接觸後無實質成果，但伊方表示，雙方唔排除會進一步召開會議。外界估計，美伊雙方均有談判意願，相信同美國準備縮減喺中東嘅戰略意圖有關。美國亦可能憂慮同伊朗衝突所引發嘅區域動盪而影響經濟。HK Daydream 語音報道，名幸存者有情報顯示，船隻正沿東太平洋已知嘅毒品走私路線航行，並從事毒品走私活動。貼文附有一段11秒嘅影片，顯示美軍對一艘喺海上行駛嘅船隻進行打擊，船隻發生巨大爆炸。HK Daydream 語音報道，中芯國際上季盈利逾1.7億美元，按年升近61%，按季跌近10%，收入24.9億美元，按年升近13%，按季升近5%。晶圓銷量按年升逾26%，按季升0.6%。產能利用率升至95.7%，集團上季毛利率19.2%，按年跌3.4個百分點。中芯去年盈利近6.9億美元，按年升39%，收入升逾16%至近93.3億美元。中芯預計今季收入將按季持平，毛利率介乎18%至20%，認為產業鏈回流嘅機遇同埋儲存大週期帶嚟嘅挑戰並存。今年銷售收入指引增幅高於可同業平均值，資本開支與去年大致持平。HK Daydream 語音報道，地政總署公布牛頭角彩霞道地皮由中國海外發展以近18.07億元投得，略高於市場預期。地皮鄰近彩頤居、彩霞邨同埋淘大花園，係馬利諾中學舊校舍，現時係香港海關訓練及青年發展中心。地盤面積逾3.3萬平方尺，總樓面面積上限視乎住宅及商業比例，住宅最高可建面積逾25萬平方尺。賣地章程設有最低單位面積280平方尺要求。項目上週五截標，收到9份標書。HK Daydream 語音報道，本港過去2年單一家族辦公室增加約680間。受投資推廣署委託進行研究嘅德勤指出，來自內地嘅家辦佔比仍然較多，同時亦有亞洲同埋中東嘅家辦落戶香港，財富來源主要集中於金融、工業同埋房地產、IPO、資產管理等資本市場發展蓬勃。港股1月日均成交達270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90%。同時政府針對家辦嘅稅務優惠與時並進，相信都能吸引更多高淨值人士來港成立家辦。劉明揚指出，喺新加坡成立家辦過去需要經過12至18個月政府審批，雖然當地已出台措施縮短審批時間至3個月，但對比香港無需政府審批，香港明顯更具優勢。香港銀行嚴謹嘅KYC認識你嘅客戶程序同埋專業服務機構多重把關，亦都可以有效防止洗錢風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計劃今年上半年提交立法建議，擴展有關基金同埋單一家辦嘅優惠稅制合資格投資範圍，涵蓋例如貴金屬、貸款同埋私募債權投資同埋數字資產。德勤中國國際稅收服務合夥人潘宗傑指出，超過一半受訪家辦目前持有數字資產、私募股權、貴金屬投資同樣突出，未來數字資產仍係較受關注嘅另類投資方向。40%受訪者表示將增配數字資產，僅次於公開市場股票。HK Daydream 語音報道，米蘭冬奧會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礙技巧決賽中，國家隊嘅谷愛凌以0.38分之差獲得銀牌，瑞士名將基馬特成功衛冕。賽事採取3輪制，計算成績最佳嘅一跳，
谷愛凌首輪以一套近乎完美嘅動作取得86.58分，暫列第一。基馬特得83.6分排第二。第二輪谷愛凌動作失誤只得23分，基馬特跳出86.96分反超。到最後一輪，谷愛凌再出現失誤，全場最後一個出場嘅基馬特喺出發區提前慶祝，並身披國旗輕鬆滑下，享受冠軍榮譽。兩人今次嘅比並係北京冬奧嘅翻版，結果亦一樣。谷愛凌繼北京冬奧以0.33分之差不敵基馬特後，今次再次僅以0.38分飲恨，獲得銀牌。加拿大選手以76.46分得銅牌。HK Daydream 語音報道，國際雪聯主席埃利亞斯表示，美國高山滑雪傳奇名將沃恩受傷係悲劇，但是否帶傷參賽，應由運動員自行決定。41歲嘅溫哥華冬奧會冠軍沃恩喺當地過去嘅星期日於米蘭冬奧會女子滑降比賽中，出發後僅13秒就摔倒，隨後被直升機送院，被診斷為腿部骨折，接受咗2次手術。呢次事故引發外界對賽事安全規定嘅討論，因為沃恩喺賽前9日先至遭遇咗膝前十字韌帶斷裂。埃利亞斯表示，好多人查詢國際雪聯係咪應該介入運動員能否帶傷參賽嘅決定，但佢堅定認為必須由運動員個人嚟決定。就沃恩嘅情況而言，沃恩肯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嘅傷勢。埃利亞斯又話，事件非常不幸，沃恩腿部確實有傷，但需要再次說明，呢係滑雪競技賽事嘅一部分，本來就係一項危險嘅運動。HK Daydream 語音報道，英超尾場上演紅藍大戰，利物浦喺主場領先之下，被曼城末段連入2球反勝2-1。曼城繼續喺積分榜追趕榜首嘅阿仙奴，3個入球都來自下半場。蘇保斯拿以74分鐘射入精彩罰球，為利物浦打破僵局，領先1-0。10分鐘後，賓拿杜斯華接應夏蘭特頭槌2傳射入扳平。到補時3分鐘，曼城博得12碼，夏蘭特主射破網，為藍月亮反超2-1。蘇保斯拿爾之後更領紅牌出場，紅軍最終輸1-2。另一場，水晶宮作客1球擊敗白禮頓，曼城25戰50分排喺積分榜第2位，落後阿仙奴6分，水晶宮32分，多白禮頓1分排第13位。呢一節新聞已經報道完畢，跟住有天氣報告。我係天氣主播善儀，跟住有我為大家報道天氣。根據香港天文台嘅天氣資料，下晝8點，天文台錄得氣溫係19度，相對濕度係77%。影響廣東沿岸嘅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明日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最低氣溫約18度。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同溫暖，最高氣溫約24度，會吹輕微至和緩嘅東北風。展望方面，隨後1-2日風勢會較大，週末至下週初日間會比較溫暖，但早晚會較為潮濕。農曆新年假期氣溫會稍為下降。今節報道完啦，稍後仲有新聞速報同天氣報告。而家休息一陣，稍後再見。
係天氣主播善儀，跟住有我為大家報道天氣。根據香港天文台嘅天氣資料，下晝8點，天文台錄得氣溫係19度，相對濕度係77%。影響廣東沿岸嘅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明日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最低氣溫約18度。日間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同溫暖，最高氣溫約24度，會吹輕微至和緩嘅東北風。展望方面，隨後一兩日風勢會較大，週末至下週初日間會比較溫暖，但早晚會較為潮濕。農曆新年假期氣溫會稍為下降。今節報道完啦，稍後仲有新聞速報同天氣報告。而家休息一陣，稍後再見。今集時間係咁多啦，再次喺度感謝支持我哋嘅 D 粉同埋咁多位觀眾，快啲加入 D 粉做會員，直播留言儲 D 分換禮物，同埋大家記得要 comment、like、share 呢條片，仲要 subscribe、follow 埋我哋 HK Daydream 唔同嘅社交平台，撳埋隔離嗰個通知啷啷，有新片新 live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啦。下集再見。